啊，就是画画，画的是人家被老板，嘛画的是人家嘛被了，人家，啊，你那个我啥嘞火锅个啦，一盒个是个做，一只米可那是个做，这里搞是个做哎，他的全个不是个做，一些就我们这里啦。dah ke usai cukup, ane dah ke nadonya syadare dah sesuatu di bawah. Also usah berkewabi hasil sudah mah, iji terlebih khusus melihat. Kerja ini usah berkewabi hasil keniscaya mah, asubale nado zulinya next 专门那个 next 阿里是 next 阿是那家阿是 next 那么这里头你妈就找个说你妈去了点说哇你找个点说阿里是那从米啥个我啥个人家 next 的嘛我这里想个一下人家你点我比我挺麻烦的咱就在他就吃了，过去的去带一点嘛，吃了回家，吃了回家，吃了吃了回带回家，可要加吗？是要加，下，你钱带你下，下做事的钱带你下了，你干啥？对，可别说了不。花里的钱吧，花里的钱也是了，记得了，看家你全带我们家，想做事的全对你带你提哇，过去的去交吧，我嘛的全家对你来，我交了不全他交了我，一记得全记呗，俺们啥了，把记得了，把咱就不是偏条也是但的去，但是那个不全就是没了，哇。一个发现东西也放不了嘛。你感觉吧，那抽月嘛，对吧？对吧？带我过，这是个是我听那个，那个人家，人家提去我也带那个嘞，我们吧，提去我也提不我也带那个嘞说，现在那些人家没钱的时候带过娘做了。你妈提去玩弄的在我表们家么，我上班去搞的表们家，我上班我电视，俺家没电视，特别嘴。我上班我电视没电视，我上路没钱的话，就是我对家的。我上班我电视专门的呗，没电视个特别嘴。说下周怕但我电的是娘，我那个我全部没电，全部没电呗。别那个，那么按理我的没电个，那提去年40来个嘛。按理我的没电，我家过去个没接，提全个没接，我当我电我那个，那当我电我那提去40来，那个家拿错给了我家，按理那个提去年40哇，按理全电，我家我上班去我没想跟你想嘛，是想跟你想人家，我上班我电嘞，我上班我电嘞。这个的话，第二个嘛，面上的第二个木脸是的最的，第二个木脸是的最的，对嘛？我第二个木来没得，就是对呀，我们我来那些，特别喜欢做那个，人家没钱他妈是我点的，是要接人家，第二个他妈是做的接，第二个他妈你等我点那么。说的路下走吧，等我干嘛耶？他妈就是就面试我嘛，他妈过去别车了啦。我上等我点那么别个，你是想做那个对象的？我上班去我这里蛮大，你全点我嘛，可得10足的接了，有这些，10足的接，他妈10足的那要接，把10嘛做我别问家。三千万的没得现在的，特别是多。人家现在那些人家有这些，弄第二个他妈10足的去，第二个他妈弄10足的人家，
侬比如可别好，你下面呢天那个不是那个我听见的，就是搞的呢，我比我天天是在白天嘛，我们呢，衣服保护啥的，有着我，有时候日子里头吃爪子，有时候两礼拜我天天是我，一礼拜是什么呢？一天天是呗，我天天是呢。那天边我们人家下的嘛不啥的，有啥事业我特别白。要说意思嘛是觉得嘛，是想到对你的可是做嘛觉得你，一天是呢，不啥的有啥事业我小伙不，跟人家你赶紧要说的嘛意思觉得嘛你赶紧特别白吧啦人家，要说的嘛呢，我啥呢你挺好吧啦。我啥呢？阿里是个巴拉，我啥呢？阿里可哈里乌巴拉，天嘛阿吉呀，阿妈带我比苏木了人家，木西带我比苏木那些，人家木西带我比，我啥提里哈，提里巴拉，提里瓦尼亚，提里哈里乌那个嘛，阿吉偏意思了的。要是头了，你这里头，要是喊你我比人家木西家嘛的。musi madya darinya yosu heni wa pelanya yosu nya usai ba sudana usukilo usai ba sudana usukilo ye ariya nya ni zu di thwa pelana khulu bolo yosu to ni zu di thwa pelana khulu bolo ali dula nya hali juda wa我上来花嘛，但我一上就对，一上来了说呀一进来我人家不上他那个我那个听得懂，人家我有时那个人家干，一上来我做出的我，没自己了，我是下来对里边过，对是下里边过，这我上面叫咩咯？这个关键啊。我啥他妈的，阿里斯多人死了我，提来他代表我们家，提呀，我啥的有啥事也不能理解，对，人家要是死嘛的，你死没死呢？没死，这个的话，喊你我啥拿出头，绝对没修过，绝对没修过。那就是那个，把这个说那个米嘛，话题别了，是白的别了，哪的？你赶紧问他吧。你是我这是我的我不知道我的今年的怎么样的我的今年怎么样？对，你在喊你我厉害吧？我害怕个。我的天呀，人家听到嘞，学下把个，听下把个，对吧？说你在学听我。学下你我。学好不？带我他妈带我嘞！我啥带我对一个嘛一带我，听懂吗？没说我是哪样就是头发着。天天我还一天你米花呀，米啥嘛呀，米么人家眼里边的。我没啥可能啥偷的嘞，我可咋没我没啥买那我去，然后人家没啥买呀我没啥买的，那搞不啥，我还搞白了，你讲的我这什么吧，啥的了，我干的干吧，天天我还干天哪嘛，你个呢，挺厉害，我们家的学，我家我啥哈的说嘛，我啥哈的说嘛。我这边啦，跟那么跟那，我这边啦么跟那呗，么跟那我家我们一呗，对，么跟那我们一呗，一老吧，我喜欢说，我们什么那个呗，么好，我这样么跟那，这里呗，么跟那个一嘛一下来那个吧，一不得，我啥子来过这里呗，我啥子来过，我啥天我这些那些，咱们老母呗。
这是个手台没办那个了吧？不是，天一般嘛也按你知道的天气好不吧？天气我还没你我少爷我天嘛你嘛个来，那边这个是我家边前嘛天气没嘛白沫啥嘛一个路，天气我还对，人家是比你说人家说那说把他们一句你他妈不啥的知道吧？没啥嘛呀，那里做不好的啥的，我家不啥了错，我你我天是那么的难，没跟那我比耶，天里边人一搞我，刚才你看人都天里呀个，我啥子，本来我跑，这是个我啥天里咋个的？他妈是不懂老人家，我啥的我对嘞，把那么比，说有时呀。我是阿里玩呀，只偏死了呢。阿里个呀，这个是，我是在我对去吧嘞。们说明年我啥说的，你们啥子提醒我，把这看起嘛呗，把这记到。然后呀，那说明天说们来预报我我啥那预报那说明天啥我啥来预报我啥说我啥来有关系了，错嘛？我啥也吃多不啦？我啥来吃多说人家，我啥没应该吃多我听的。人家说呀，把这就慢慢做我听别人家做下些个人业务对，到了有个蔬菜给我发现个来人家，说呢，另外的一做啥是这块做的那些人，谢谢我这些，他妈那样子靠近我，我不都要是人嘛，但我人家还。但说的可看，说的嘛那边听嘞，没钱的嘛就是40句秒说啦。如果今年我啥了说嘛，别个阿弟嘛个做姑嘛别人家第一专家，阿弟个这些嘛这些，一啥都了人家比那个位，过来个位，小花哥，我啥嘞40嘛句话，要是40嘛句呀，听那个，我啥阿弟干嘛意思？阿弟问家嘛意思？阿里一般那个嘛，意思嘛不多，一年无啥的我的对的很严，我比我的很严无啥的，有这是样我听的，40个嘛个呗，听的，我不多无啥的40个可偏，没钱的嘛我的无啥的40个可偏，那无啥的40个偏的，阿里赶紧那边家有这些，那在无啥的那比巧不啦，他妈的那句我啥家说那去吧啦。我啥一进我没钱，不管没钱的我来接的，谁来给他接？谁来给他接？我啥没钱，不管他妈来接的。昨晚就骗几个人拿出来接了吧？拿出来我上天你妈接了。人家谁个人家对？我啥家拿出第二个第二个运动我都早都听到骗子的干那些人拿出来接，他们呢都会，他们呢那不会，我啥家啦说他些人拿出来接的，是不懂人家，什么做拿出来的结果人家一少了，阿里一话那么一少来的，人家我啥家是那个的接人家，说他别人拿出他们来接了，我啥家有这些。视频嘛是不懂那边呀，说呢那批巧巴啦，他妈那有机，说哈利波说那说爸爸妈耶，我啥认真，我来了嘛，他妈那多么个人，这是个别的性个人，我不懂说要不啥的过客气，你不把那那么打字过嘛，特别做呗，你我啥的视频嘛一句呀，那批巧巴啦嘛不懂要是人我啥比接人家，那个里嘛，他们我说，是不懂那边木西湖的人，要是他妈个木西的女咋说来？我来讲木西阿里呀，木西人我啥的阿里呀，我啥的木西的阿里一个，意思里那说的阿里一个，我啥一万年嘛女阿里嘛个，他妈阿姐，那不管个巴啥，你要是那个对我听不明白。我不懂，我啥他妈没接呢？我啥他妈没这些怎么接呢？我没有呢，那批巧巴拉不，我不懂我啥他妈的视频不没你
是可恶。俺的我是我啥子的那皮球把它弄来干？我啥子来那皮球嘛？俺的我是别那个啊？俺不是说那时候听说的，你不让人家一啥都做了干，他看不到你。我的舅的来的去不到我的他一啥都来的还没得我哎，我得着得。我啥都来带他那个。唔得啦，俺老师我啥子来那皮球？没事的，别人你天天吃，老肉也是吃。我三年俺们去，俺说的这里那皮球的，再提示我别去。俺里边人家要被头发这里边要被头发啊，俺那个人我在15、18夏天那边我上路吧，一年路也太没那关系了我。你这出子我呢？我估计比花果队他妈嘛，别的7年个呢，我家花果队嘛，足足比不是的我啥个多？阿里我呢花果队足足我啥里多啊？我啥个一比个嘛的呢？我对他妈么足足，我啥的我。要别的嘛，别看家，俺们没上班的行了吧？再提示光俺们，我过去听妈妈做给两个米，我啥的我说的我啥的比较嘛家，俺们提示我的嘛，再提示我吃，这里边说比我这里边要别头我就也得那比较了嘛在的么？我们不都想过他做我啥的我听了嘛都他做。我他做俺嘞，他做，俺媳妇做了，俺不喊你拿错，是吧？俺可对着我喝，俺的也喝，俺不上不进，俺的也，俺说的我管不嘛，管了，我管不嘛，里边人家，历史我家是怕在重庆的我学的里边，原来那个是，这生活家个是，一旦我可以你100克，一句话100克能拿不行，一旦我可以呢，一句话出血这里边，人家媳妇人家怕的我嘛很知道了我，说那说的我呗，媳妇知道了我不知道的，说今天个嘛那里多嘛，今天个嘛那不了，今天个嘛现在没怎么的，今天个嘛现在。俺的多少个今天的嘛呢？今天嘛呀，嘛个，我今天啊，那个我上海有一个呢，我结婚的我上海的呢，而且我结婚的去了。今天的嘛意思现在？意思，那么我来结婚，我结婚了，我来问啊，我回去。这个不是学了吗？我上外地走大路，我上外地到这个我年对我有的嘛有我家的嘛的，只要我对我天天干起来嘛，我年天天干起来，现在我不得给他们他呢，我家的嘛的表现，20年我上了个要求。OK， 哎呀，今天的嘛意思，他妈的是想到对你的，俺是要见人家。今天个嘛意思就是那没得了。今天个嘛意思嘛，是个人家弄比我多呗，弄的比我多哎。弄巴扎那从嘛巴扎的过嘛接边的你，接边的，俺是不得那个，是怕一说那夏天俺是人家弄今天嘞，弄在就够呗。那么我做他不跟人家是块是那下巴了吗？阿妈喝酒，我来嘛喝的，是块是那下巴了吗？阿妈喝结合，是你可那的嘛？阿比啥个嘛家的结合？嘛怕天嘛家嘛家的，我的家，我一不是话，但天那个我那天嘛家，大量500，你嘛我被多来，那边时间一来不得了是块是了。我全部我那些一部那对的可以的嘛？对，说开始说什么？俺你今年你今年你这边家，
一屁股啊代替呀，那他留呗，那他留个谁？人家是白色的个的，喂，我那提了妈妈了呗，你怎么能不会？哦。是否老说的更对，你听的嘛？那听了妈妈了吧？俺们我看听他了，我听了听嘛听了，俺们我听说那个不打的啦，俺们白天就是打的，说是我做哎，说什么事情嘛？以后嘛，就你我没那么的教人家打的不打啦？这里面嘛意思吧，那边不多哎。人家我都不和哈里嘛我，可他妈带我，可比嘛带我去嘛我，我别说七个大了，什么就咱人家可以的，那我叫我们就把他叫我们，人家没付钱嘛付钱贵，就把那我也叫，那付钱嘛付钱贵，你赶紧啊，付钱让我想了，对，那我今天还没过年，是不是大概付钱让我的，是当这付钱不啦？说这个那个，俺干嘛呢？他的锅嘛，带不完你的。我觉得有时呀，对，做事他妈怎么的？我觉得说俺们嘛是比如呗，那嘛是比如把起我三年的，是这个呗呢，那比巧克力嘛，我三年，怎么的？是干你的，你嘛的嘛。我三代不我爹那么这个是嘛一几个是做么呀？我三代不我爹我被师傅们呀，你嘛他妈一几个呀？是做么呀？几个面没做，你几个做么呀？我三头发这里边的，我讲嘛是就嘛是嘛是话，什么黑地方嘛得可能咯，我家那得就上我呗。对，一几个，我三代不我爹是一几个。上节呢我上课，马上节呢我上课肯定学到了，马上节呢马上节马上节呢我课的，我三年来几个里面知道没呀？上节老板娘我在课我们在就上我，他们家我上班肯定还得我嘛呗，记得嘛个说是有时呢，是个么家，说代表嘛也我，要是在对人他家。是在对你很意见的呢，一日过，那个美国上班讲的，是觉得个呗，都来不那么两嘴，可能的话嘛，被他不讲，没得位，是觉得个一句话呗，可能我今天嘛觉得这个我是没办出去没办出去两嘛都回来过位，人家个过人家过，嘛个过人家。都来过天的关系，对，天家都来过天的过往，这里个嘛不多，我啥嘛讲呀，家可能我比嘛大，个和我啥比嘛讲呀，可能我比嘛大，是不多个，这个我等那个，这就是呗，都来过那个，们说过去听嘛昨天过年，一节我没可能我今天把它选，是做我们家。对了，看嘛做我来做我来啥子都做了，看的那些做了，听面啥子都听嘛的呀，妈把给等我的呀，说的我啥个去什么黑地方哭说哭呀我啥呀，大多干的，听得白？我啥呀应该哭嘛，可哭嘛，我啥个听嘛的，我都学好不？我三代我三代不是我们家，比如几个，是个，我三老师给了，对，你妈听吧，上节还你多了，妈来哭我三来哭了，我三来更哭天个，别个听嘛家哭天那么比嘛，那么别个个，你现在你哭起来家了，说家上桌带多了个我3块，说他吃天多了的我3块。是电梯的那个，都无所谓都无所谓。那么讲，说你是黑的多那个，我啥他妈在哭我啥他妈讲，说在已经这个了，咱家那个讲，平时的就嘛不管吃的之外讲，那个讲一话说我三家就明明家里个，
原前辈你都看了，对于学生在节目的下面，马个没一嘛一特里边，而且这个人节目很可以对，我上代我带我个家，上几老个家，一来我哭了，哎呀所以一句话说一句话对带我个家，节目你个来哇，对，这可卡些我啥，阿里我发个唔做。我啥天天马哈，这是一道，那另一点个我啥天嘛呀？一三年那里边个我说，我把头发剃里边，呀，那边是他的点嘛我啥呀？面试抓、那不抓、没能抓、来盘抓，就没办法呗。来盘抓和就没办法，那不抓和，你看负担都没法子呗。面试抓和数据单都没办法呗。人家说他的电脑不参加兴趣的吧？那我上代我电5个年，我上什么年？那上几电5个年？一9八拉呗，一万年嘛来没的9八拉呗。我发台把这把拉嘛那不抓，我啥的嘛？可别看嘛，你说没生意的嘛？你是过去看人家，整体是我去，你别人家。是跑提示的提示几嘛挂人家我能点过票到这里边，提示的提示，是专门他不管我啥呀，是比如点过票啦。这个也写话不，我3点我能点我人家，一几个天边写弄啊，我3点我边弄前进我人家，天边嘛弄弄呗，天边嘛弄弄，天边人家业务300个挂。那么呗，要是一张不把对呀的，特别是对我的，说他说节嘛，那么上班还一挂，说那说不对对嘛呀，上头阿天，对了嘛，说什么办啦？咋个嘛那么不多小宝宝，我上来可以做啊，我上来可话题哇，我上来可我话题哇，你听个我上来语言嘛那错，这里边去了那么有钱。我不都没钱，他妈的是哇！我妈的4年做配，他妈的4年做配别人家，他就这样的。我啥天他妈的弄了，可别看嘛，我啥我哎，那一点我点我个家，那点嘛到了700我个家，那点那批钱都让我，节嘛而且那边我这里边一个让我，他妈的业务啥的给我点嘛，别个他妈不都，说我啥的给我点嘞，8次我点个。我就话点个米，你话点个米，我啥边听你点我个家，我啥点我弄点我个家，我啥的，说的我的语数的家，我里的业务我啥的说，如果那么你的说阿爸阿妈有时忙着别的，这现在你不把这个的把多的，可以要讲说18还你我哪一年我啥边再来工作那么忙的。而且不多吧，也够后来那些咋的我不多说，你哪年你咱们回来很难去，我上边看天里带别忙个，天里比忙个，天里比我们家一初步没得事我啥的医院我们家，我啥的，一初步没得事我一点吃都我天里比下个的下，我啥的阿妈院家，阿妈院说人家我啥的吃都天里比你看你说的咱们天晚上没少吧？天里给你我不啥了错我没么个，那还人么个那么我没一个那还人家我能的，我能个就没有个绝对。这就刚才什么有个，说白了什么有个错过，我家我啥了错那还人家跟那我家我也，没跟那个没一个我啥了说我啥个4个媳妇嘞。我啥个4个媳妇嘞？我啥了错我挺喜欢的我挺喜欢的我啥了错些，拿出年很那还年很对，那个覆盖你听见过对，那个都那些个覆盖，人家听见过我那听见别人办公室里都来人那毛后是不懂那出没得事我现在约嘛不懂，我啥个说来吃多这里我不懂我啥说来特别意思的吧，说的来一进入外面都来他的妈妈听嘛
那下来他还来那下装不呗？那下来我他不干呗他妈呗？阿说呀阿说把那呗你阿说耶，刚刚我啥呀？安利你下面呀，一来我们课，一来我们课，一来吃到，天天我家一读我们天天阿说来天天娘嘛的，阿说他妈呢，可得有钱，我过来小宝宝，我啥都没弄的，我啥都没弄特了的，天天要我家说有时候嘛也，我天天我家，我啥来的有在，那边是我家没有着。是不懂啊，人家没钱的时候啊，我啥去买那些花嘛，没个嘛，一时那么不懂我，说和有时来带水些的，那些不懂听的是啥个嘛，16对，我啥问题嘛不懂，一扎巴拉嘛不懂，那批巧克嘛不懂，天和天有呀天，花么的嘛不懂，我啥去嘛那只是和有呀不个嘛，有时那边说和天和我啥来有呀说，这里边一来。television Indonesia ngeni usada tema kwabe usada maheliwa usada muatia hini usada yuso television lebe usada kwabe shaka Indonesia ma te kwa sabo aji suda usa islama kuzumuliza